Hello 各位，大家好啊！我呢次教你哋整甜品番薯餅。呢個番薯餅好好食㗎，睇下啲材料啊！材料係有番薯，買番薯最好就買紅心番薯，因為紅心番薯睇起嚟靚好多。呢度大概有3斤番薯。呢包係糯米粉，呢包係紅糖，最後係鹽。材料講完啦，我而家就即刻開始示範整番薯餅啦。首先呢，用滾水煲腍啲番薯，水滾起咗啦，將啲番薯倒落去個煲度。好啦，啲水完全滾返起啦，將個火校去中細火，冚蓋，煲佢10分鐘，將啲番薯煲腍佢。陣間見。啲番薯煲咗10分鐘啦，而家就用筷子吉下啲番薯，支筷子吉到落去，即係話啲番薯煲腍咗啦。冚返個蓋先，將個火熄咗佢，焗佢30分鐘。番薯一定要焗佢，先會完全腍晒。大家記住啦，番薯焗完之後，就將啲番薯不舉上嚟攤凍。焗咗30分鐘嘅番薯就攤凍咗啦。而家呢，就將啲番薯皮搣走佢，唔要。好啦，番薯啲皮就搣走晒啦。而家呢，就將啲番薯搓爛佢，搓成番薯蓉。啲番薯就搓成番薯蓉啦。而家呢，就開始搓番薯糯米粉團。呢個番薯糯米粉團用個份量就係1湯碗番薯蓉，就1飯碗糯米粉，糖就用半飯碗黃糖。而家就將啲材料撈勻佢，整散個番薯蓉先。將半飯碗黃糖倒晒落去，加1茶匙鹽落去，糯米粉就逐啲倒落去，用手搓勻佢，再倒啲糯米粉落去。如果搓到好乾嘅話，就加啲清水落去，最後就倒埋其他啲糯米粉落去，倒晒落去，又搓勻佢。唔夠水分嘅話，又再加啲水落去，直至搓到變成一個番薯糯米粉團。番薯糯米粉團就搓好咗啦，而家呢，就開始搓番薯餅。搣一嚿番薯蓉，用手搓完佢先，搓完咗啦，然之後呢，就撳扁佢。好啦，整好一個啦，跟住就整第2個。搓完咗啦，又係撳扁佢，又整好咗一個啦。好啦，而家就開始煎番薯餅。準備一個平底鑊，開火，開個中火，燒熱個鑊，倒油落鑊，攞起個鑊，
啷啷啲油，將啲油啷勻勻佢。油燒熱咗啦，而家呢，就可以放啲番薯餅落去個鑊度煎，用個中火慢慢煎啲番薯餅，煎到咁上下，將啲番薯餅反轉佢，煎佢另外一面，煎到啲番薯餅轉咗金黃色就得噶啦。煎番薯餅，我哋要不時掀起啲番薯餅嚟睇下，如果唔係，就會好容易煎燶啲番薯餅噶啦。啲番薯餅再煎多一陣就得噶啦。你睇下，煎到啲番薯餅變咗金黃色，幾靚。好啦，番薯餅得啦，熄火，而家就可以鏟佢上嚟上碟食得噶啦。簡單易做嘅番薯餅就煎好咗啦！哇哇哇！你睇下啲番薯餅煎到金黃色，好似一塊黃金一樣咁靚，好有吸引力啊！呢個番薯餅食起嚟外面鬆脆，裏面就軟腍腍，非常之好食，用嚟做一個下午茶，享受人生，簡直係一支棒啦！你話係唔係？你都話係咧，咁樣就快啲學我嚟整呢個咁靚嘅番薯餅嚟食啦！我開餐先，好肚餓啊！整翻杯綠茶嚟慢慢嘆呢個黃金番薯餅先。節目時間夠啦，好多謝你哋嘅收睇，中意我條片俾個 like 我啊！想睇我更多嘅煮食影片，就請你即刻訂閱我個頻道啦！下一集我再為你哋介紹好嘢食，下一集見，拜拜。